我係 NGH National Guild of Hypnotists 美國國家催眠師公會嘅催眠治療師。我想同大家介紹呢個極有效嘅心理學工具。一、定義和目的。催眠係一種補充同埋替代醫學，促進與潛意識嘅溝通，通過引導個人進入一種放鬆狀態，進入 Theta 腦波狀態，以訪問潛意識。二、治療應用。催眠可用於心理和情感療愈，改善人際關係，改變習慣同增強自信，也可以通過促進治愈同探索前世記憶嚟改善生理問題。三、催眠嘅工作原理。催眠療法通過建議、放鬆同集中注意力嘅力量嚟促進積極嘅改變同治愈，靠幫助個人喺高度集中嘅心理狀態下探索同解決影響心理嘅潛在問題。四、益處同效果。促進正面建議同重新建構負面思維模式，有效治療焦慮、恐懼症、抑鬱、創傷、成癮、自尊問題同埋習慣改變，有助於疼痛控制，改善睡眠同增強整體健康。五、歷史背景。1800年代，催眠在無麻醉手術中被使用。1958年，美國醫學會承認為合法治療方法。六、科學同醫學考量。催眠被視為一種心理工具，對心理同生理健康有積極影響，包括世界衛生組織在內嘅健康組織認可在多種醫療實踐中作為輔助醫療嘅有效性。七、潛意識與顯意識。潛意識控制約95%嘅大腦活動，影響決策、行為同情緒。催眠主要通過與潛意識溝通，因為其被認為比顯意識更具智慧。八、過程同安全性。催眠前會進行背景了解同問題評估。催眠係安全嘅，個人保持意識清醒並掌控，潛意識保證個人安全。九、有效性。大多數人會經歷積極變化，但效果因人而異。催眠係利用客戶嘅內在智慧同資源嚟實踐自我賦權同埋問題解決。